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铁路警察李成汉。去年7月处理火车补票的纠纷，互乘客压倒来毒死。嘉义地方法院法官以这个嫌犯有带着视觉失调症，也就是有精神的病症，所以一审判无罪。这是引发着社会大众的大不满。警政署内政部嘛拢讲，要全力协助家属继续来上诉。当然，常常无法度接受的是李成汉的父母。成汉的妈妈讲，冥冥之中，伊有感受到后生的愤怒。上奇怪就是讲，阮要出来，车未，这台车未发。是哦。这台车未发呢。结果我要去，大家拢总走的时，阮要去，我讲陈安，迄爸爸要去，我载爸爸要去牵这台车转来，啊，你着爱迄个，气命开就随法啦。伊嫌伊嘛足受气的啊。成汉的妈妈讲，昨日发现开车要转去的时阵，这个车突然间未发，只好请朋友来接因转去。等伊到厝，伊就甲后生讲，爸爸妈妈要去法院甲车牵转来，结果搁等去法院，车就会当发咯。这李妈妈是真艰苦，伊讲伊会当感受到后生的愤怒。伊讲伊无希望后生的牺牲无价值，这台市警察所判无罪，后摆受罚敢来做警察咧。